好，我係香港食品創新科技中心項目總監方麗燕博士。嗱，其實藍莓咧，你見到咧面頭上白色嘅一層膜咧，其實嗰度係咩咧？係嗰個水果自己本身成長結果之後嘅一個天然嘅一個粉。呢個咁嘅果粉咧，其實就某情況底下咧，佢只係一個自我保護，令到面頭溝咗咁粉裏面咧，令到第一可以防止裡面嘅水分響平時嘅空氣啊或者日曬底下咧去散失，保持裡面嘅水分同埋甜度。咁當然啦，亦都有一個可能性就係會，因為大家應該知道呢啲水果咧，佢喺成熟之後咧，其實都容易引嚟呢個昆蟲嚟到去食佢哋啦，係咪？咁所以某程度底下咧，你見到佢嗰個嘅果粉其實係一個自我保護嘅一個嘅組織成分，咁係絕對天然，亦都係唔係我哋加工過程後加嘅啲品一啲嘅什麼果蠟啊，其實完全唔係咁樣嗰回事嘅，所以係絕對係指水果本身嘅天然果粉嚟嘅。嗱，其實咧藍莓咧買完翻嚟之後咧，最好就唔好即刻洗，擺落雪櫃。如果你唔係即食，就唔好洗住啦。好啦，食之前裡面咧，不妨拎出嚟嘅時候咧，就可以向一啲嘅 running water， 即係啲流水開嘅水喉沖去。沖去過程裡面咧，請你都可以用一個篩，即係喺一個水咧，有個裝住個兜，將啲藍莓有個嘅篩，一路裝住一路篩一路篩。咁篩嘅時候作用咧，令到佢裡面有個嘅水波嘅流動。水波流動令到個表面裡面啲泥塵同埋嗰個果核旁邊嗰啲嘅污染物又唔埋從一啲嘅蟲卵啊，或者係啲嘅生泥仔啊、少少嘅一啲微塵等等，可以洗走佢，咁就可以好安全啦。咁當然啦，你話洗走嘅過程需唔需要擦佢咧？因為藍莓本身咧，佢個皮都比較薄嘅，同埋佢個成個水果咧都係細粒同埋好柔韌嘅。咁如果你要洗嘅時候，我就覺得冇必要，因為唔覺意咧，你洗嘅過程損壞咗個表皮，而令到啲污染物入咗去度壓喎。沖分零鐘就應該都已經足夠，唔需要話哇過分覺得佢會好似好污糟，一定要點樣洗幾多分鐘，其實唔需要嘅。買翻嚟之後就唔好先洗，因為洗完之後濕啦，你之後就再擺落雪櫃，再拎翻出嚟咧，你就發覺個藍莓咧好快會變腍，甚至會發毛。咁所以我哋建議你咧，最好咧就買翻嚟原封不動連包裝擺落雪櫃。食嘅時候啦，你要食幾多粒你就洗幾多個份量。洗完之後咧就安心食用，就可以好放心嘅。咁嗱，某程度如果當你拎咗藍莓上手嘅時候，你發覺個底同即係個頂同個底已經開始好似有啲組織已經變軟啦，咁你好容易睇到嗰堆菌絲聚集喺一齊，一堆嘅菌絲，咁其實已經開始發毛噶啦。咁所以你其實好容易睇到嘅。咁所以如果有發毛啦，咁其實咧就嗰粒就抌咗佢啦，就唔好再食啦，就冇必要。嗱，其實藍莓又好，士多啤梨都好啦，其實佢最珍而重之就係佢嗰個嘅花青素。佢個花青素某程度咧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天然嘅抗氧化劑，咁佢個功能咧好明顯就係抗氧化。咁抗氧化等同咩咧？對我哋嘅皮膚啊、延衰老啊，或者係對我哋嗰個眼睛嘅護眼啊呢一方面等等都係有幫助嘅。正常裏面我哋每一個份量裏面咧，就食嗰個藍莓裏面唔好超過100 gram， 大概50-60粒藍莓已經係夠㗎啦，就唔適宜食100 gram 以上。喺個農場上面嘅後勤加工中心裏面咧，其實佢有一部機嘅，佢就幫我哋識得篩選 ，base on 佢哋個大細，而到分出細粒、中粒、大粒。咁某情況底下咧，要見到，咦呢個一批裡面嘅貨裡面，全部都細粒嘅，咦呢批貨裡面係大粒嘅喎，咁樣，咁你見到成盒裡面咧都係差唔多 size， 其實原因就喺之前嗰個嘅篩選加工中心，我哋有一部機將佢咧就一個大窿、細窿唔同就過濾，咁你要做一個自動篩選、機械化篩選。係咪？咁你只能夠 base on就係你嗰個眼睛目測均勻大細，望一望個定，慢慢望底，望下去都 OK。咁價錢合理，咁你就買嘅。